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了后，这个党内外拢一直有人甲伊攻击。高雄市党部下晡也决定要甲前高雄市长杨秋兴的党籍来开除。杨秋兴也讲要主动来退出国民党。不过韩国瑜认为讲，我学伊的代志遐尼多，怀疑拢是国家的所作所为。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回应讲，国家真无闲，无时间插你。参观火营科大长照中心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讲，被抹黑，好亲像是感觉最近常常被攻击有关系，也将炮口调向中央，质疑北韩的拍马枪相片是有国家机器操作。国家机器、国家的资源不要这样滥用，一路这样盯着高雄市市长，目的何在？韩国瑜爱蔡政府，若想要认真，爱提出执政成效，毋是一直打压伊。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冷冷回答，国家机器真无行，也已知影公众人物被检验是常态。公众人物被检验也是最基本的，也是应该的。那说是国家机器耶，国家机器很忙，没时间搞它了。韩国瑜也被党内同志放话，日前监察院公布伊的政治现金，真实内容有的指出用途是茶米，有的是高粱酒，也被质疑为什么政治费蔡正元点出的4000万无伫内底。韩国瑜听到火气拢压起来，一直讲，若是有提钱，就算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，也愿意退出政坛。3、4个月前我讲过，我收了这笔钱，我退出政坛。今天我再说一遍，我退出政坛，听清楚了吗？韩国瑜强调，当中的面膜高粱酒是民众所管，不是团队将钱摕去买，希望大家莫误会。国民党也是坚定支持韩国瑜。高雄市党部15号下晡通过开除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党籍的决议，真紧送中央审核。几日间无出现的杨秋兴也出来讲话，他们提出要开除。那我想，我今天就正式宣布，我就主动退出，我会退出中国国民党。杨秋兴决定无不但开除家己退党，未来动向备受关注，是不是会去协助郭台铭加速广告？郭王南部势力有待观察。而韩国瑜另外一项温优是罢免势力无减少，为扣甲高雄基进党申请举办2场10万人大游行活动，也确定被警方驳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